嗱，咁繼續啦。呢個 CH2咧，其實都説明咗唔係手性碳㗎，因為 CH2有兩個一樣嘅氫原子啦，咁咪唔符合手性碳嘅定義咯。手性碳話要四個都不同嘅基團嘛，咁但係咧而家紅色 highlight 呢一啲咧，會有一啲相同嘅氫原子嘛，咁所以咧就唔符合四個皆不同嘅定義，兩個氫原子先係相同嘅。唔符合四個皆不同嘅要求，咁所以咧紅色呢一啲啦，全部都係氫原子 H2嘅 H2嘅，咁呢啲咧都唔算係手性碳噶。咁剩翻落嚟咧，其實可以睇啦，呢個係手性碳嚟噶。咁點解咧？因為我哋見到呢一嚿碳啦，擁有一嚿嘅 CO2 負嘅結構啦，擁有 H3 正嘅結構啦，呢兩個都唔同嘅喎。而佢再擁有嘅氫原子咧，亦都當然同 H3 正 CO2 負都當然都係唔同啦。佢仲擁有一抽咁大長嘅嘢，當然亦都係第四個唔同嘅基團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會話啦，藍色呢一個部分擁有四個唔同嘅基團係手性碳。咁咧眼力再好啲咧，呢個位都係手性碳嚟㗎。嗱，呢類題目咧其實相對比較深㗎，要揾個手性碳出嚟。喺咁多個碳原子之中揾咧唔容易㗎。好啦，咁如是者睇下樓下呢一題，咁俾大概半分鐘時間同學試下揾下樓下呢嚿嘢有邊啲係手性碳。當然啦，我亦都強烈建議啦，同學揾咗唔係手性碳出嚟先。好啦，咁其實咧就呢個位係 CO double bond 啦，有 double bond 就唔係手性碳㗎啦喎。呢啲都唔係，因為呢兩個紅色 highlight 住咧，佢係擁有 CH2 嘅結構。咁咧，我哋有重複嘅氫原子啦，或者其他重複嘅基團啦，就唔算手性碳啦。四個皆不同嘅要求咯喎。咁其實剩翻落嚟呢幾個都係手性碳。嗱，咁就課堂唔花太多時間喺度講啦，原則上講咗你知嘅啫。筆記後邊有好大量同類嘅題目咧，同學可以試下做。好啦，跟住到呢一題一樣啦，試下幫我揾唔係手性碳出嚟先啦。俾15秒同學揾唔係手性碳。呢個物質叫果糖，有啲係手性碳，有啲唔係手性碳。咁我哋見到啦，就呢啲都唔係啦。CH2 嘅結構，呢個係 double bond 嘅結構，呢個 CH2 都唔係手性碳。咁換句説話，呢個分子咧就有三嚿否定咗啦。呢三嚿都唔係手性碳。咁頂籠有幾多嚿啊？頂籠咪有三嚿咯。咁所以題目話呢度咧有5個咧，呢一句就錯啦。咁好啦，咁其實即係邊句啱啦？溶唔溶於水啊？溶㗎，因為咧佢有好多嘅 OH 基團和水形成氫鍵嘛，所以不溶於水呢句説話係錯嘅。咁實驗式係咪呢一個啊？唔係啊，實驗式咧係一個最簡單嘅比例啊嘛。咁所以咧 C6H12O6 咧應該可以將6、12同埋6呢三個數字啦，可以弱簡啲㗎。實驗式咧係講弱到最簡，咁6、12、6係未弱到最簡㗎。咁呢題都錯。咁其實呢句啱啦，因為我哋個分子有好多純嘅基團㗎嘛，係嘛？好多純係咯，呢啲咪純咯，呢啲咪純咯，都係啦。咁呢啲純嘅基團咧，會能夠令佢氧化咧，可以做到橙色變綠色嘅顏色變化㗎。好啦，咁就呢一題2.22。嗱，呢題其實就比較難㗎。點解咧？因為呢一題咧，你留意翻係涉及環形嘅分子㗎。呢個叫環形分子，呢個叫環形分子。咁環形分子咧，其實就比較難睇㗎。咁我就唔特別花太多時間喺度講。我想留翻環形分子啦，俾時間同學私底下再問我啦，或者你唔識咧，可以問咗廖樹玉先，佢已經識嘅咯喎。
咁呢個咧仲複雜，涉及環形分子啊，好難睇噶。咁我唔特別喺呢個位教啦，同學咧自己睇下先。DSE 未必問咁深嘅，我可以再事後俾翻答案你。好啦，咁然後咧我哋就會去下一頁嘅。咁不過咧喺呢個時候咧就等你 break 1分鐘先，望一望，揾手性碳原子嘅要訣。揾到手性碳原子之後咧，仲要識得畫翻佢哋嘅表示式出嚟喎。